防止票贩仔文化部表示，已经伫咧去年12月中主动甲六都开会讨论，鼓励演唱会的主办单位主动规划徛名制的买票制度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已经建议甲台北小巨蛋试办徛名制，场地的租金有优待。台语天后公会的演唱会，初日下晡开放登记，看到系统的网页是一直在洗裤啊，表示讲一大堆歌迷拢在抢票，为着不互人买黄牛票，主办单位佫提这招出来。1月2日全面启动，购票采抽签实名制。你无看唔到，唔拿实名制登入，搁来抽签，才会当有缘去抢到天后演唱会门票。文化部初日对外讲，为着要阻挡黄牛，鼓励热门演唱会主办单位主动规划实名制入场。当然实名制比较好啊，一堆黄牛啊，然后一堆位置就空着啦，我们就做不到了。进场都要看那个身份证，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不然我们这种被黄牛抢不到票都秒杀耶。文化部讲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对112年6月修正施行决单，已经接到8000件检举案，加上台北大巨蛋启用，黄牛票检举是大增加。为着对症落药，文化部正是主动和六都来开会，建议未来热门演唱会若采取实名制，都优先提供当期和场租的优惠。未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，如果采取实名制的话，可能可以获得场地的优惠，或者在档期审议的时候可以优先被参考，希望能够有效遏止演唱会黄牛。那是台北市文化局讲要建议试办场租的优惠，高雄市政府嘛承诺讲会加强协调。文化部讲，亲像刘德华、吴道den公家演唱会，因为采取实名制，检举的案量拢偏低，敢若无90件，显示讲实名制会当有效来防堵黄牛。文化部佫发现检举黄牛的前3名，包括台北大巨蛋、台北小巨蛋和高雄世运主场馆，拢是万人的大型场馆。我们也很乐见官方一步一步的接纳，并且承诺往后会带头推行，往后对消费者、购票者的保障可以越来越完善。那相对的，给黄牛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。希望中央和地方联手透过采取实名制，让黄牛减少刷票的机会，维持艺文表演票券的市场秩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